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的人会去求桃花，希望家己窈窕搁美丽，搁较有汉人，搁较有人缘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读做窈，读窈第一条。照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个窈本底是水的意思。古早认为水就会想到马血，害人去迷失，所以嘛有怪意思。咱讲妖怪、妖精、妖魔鬼怪。另外，妖道用的法术，咱讲是妖法、妖术。较趣味的就是咱即马讲的会青、会青、流青。古早嘛有侪侪讲法，像讲落西青、扫帚青，嘛有人讲是妖青、妖青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妖娇，这是形容一个查某囡仔生做真水。现代男女平权、男女平等。嘛有可能用来形容美男子。第二个词读做妖精，就是妖怪。传说故事内底修炼做精了后，就会害人作怪妖怪。过去嘛会当用来形容迷人的女性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伫《西游记》的故事内底，唐三藏去取经，拄到生做真妖娇的妖精，一直甲伊迷血。也毋过三藏取经的心也是真坚定，拢无互这妖精迷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妖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